你絕對唔會估得到啊！真正位於全香港權力核心位置嘅中環區，唔係旁邊西環嗰隻啊！佢真正步行翻4至5分鐘就可以去翻呢個香港站中環地鐵站 IFC 中環中心超級嘅地標，有全香港最強發展商之一嘅信和打造嘅 One Central Place。今日 Candy 即刻同你睇睇。除咗擁有最強嘅地段優勢之外，我哋嘅項目亦都位於全香港最頂級嘅11校網同埋中西區嘅校網喎。聖保羅、聖約瑟、聖方濟各、英基喇沙，再加埋全球排名第17位嘅香港大學同埋樹仁大學等等，全部都係咫尺之間啊！除咗我哋行翻幾分鐘就可以去翻呢個中環核心位置之外我哋一個站就可以去到呢個金鐘、九龍站同埋呢個高鐵站喎。兩個站可以去到呢個灣仔海洋公園同埋香港大學站添啊！3個站可以去埋呢個銅鑼灣、黃竹坑呢一啲嘅交通優勢堪稱全港最強啊！再加上我哋香港站就有享譽國際嘅 IFC Mall 啦，同埋超過200間嘅國際店鋪之餘，我哋附近仲有蘇豪區啦、元創方同埋極度有特色、充滿住藝術色彩嘅中環街市，同埋我哋項目旁邊嘅大館等等，擁有呢啲咁絕頂嘅優勢，相信我哋 One Central Place 信和如果正式攞出嚟賣嘅話相信價錢都好難平到俾你啊！但今日相當地難得喎，信和將整個項目攞出嚟出租啊！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我11 Candy 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咁廢話唔多講，即刻跟 Candy 鏡頭過嚟睇睇，位於全香港核心位置中環區由信和打造嘅 One Central Place 究竟有幾正？我的天哪！哇，使唔使咁靚啊？望住呢個景真係唔想走。我哋嘅 One Central Place 包括有呢個1房、2房同埋3房可以出租嘅。一睇當然係一個992尺最靚嘅3房連套房，再加功能房嘅單位啦。我哋由主人房開始先，250平方尺嘅空間，除咗主體面積部分之外我哋仲有衣帽間啦，再加埋呢個浴室。我哋入到嚟呢個衣帽間相信咁多位女神或者女王一定相當地中意一個大 L 型嘅設計，而且發展商已經幫你標配晒所有嘅大型衣櫃喺度啦。相信你要1年4季4季嘅戰衣全部擠晒落，完全冇問題啊！過嚟浴室望望。浴室就做咗4件頭嘅設計啦，雙面嘅大鏡櫃，哇，大量嘅儲物空間，雙星盤，再加埋喺度如廁住仲可以望住個西半山、中半山一個咁 city 嘅靚景，而且哇呢度暗藏乾坤啊，仲有個大型櫃喺度啊，而且我哋嘅淋浴間亦都獨立咗出嚟，亦都有個 full size 嘅浴缸。嚟到主體寢區部分啊，哇，你試諗下，每天晚上一翻到嚟望住呢一個靚景，中環中心啦、IFC 啦，以至整個中上環一帶，再加對面海景，全部一覽無遺，翻到嚟咩壓力都取消啦。主體面積空間方面做咗2米嘅大床，雙邊嘅床頭櫃啦，加埋3.45米咁高嘅樓底，整個空間咁相當地闊長啊！而且呢個距離我相信真係要擠翻個75寸嘅大頭石銀幕望翻去先至配得起呢間房啊！而且我哋夾契設計嘅，所以我哋其中有一個露台就放咗喺我哋主人房呢邊嘅部分嘅。行翻出嚟，每朝起身飲住杯咖啡，望住呢個中西半山個咁靚嘅景觀哇，相當地震撼啊！嚟到我哋客飯廳嘅部分，佔地227平方尺嘅空間，相當地誇張啊！3.45米咁高嘅樓底成個空間感相當地闊出。由攝影車部分直接去到我露台玻璃呢一邊部分有16.1米，呢邊個闊度有成3.45米㗎。所以我哋喺度每天晚上翻到嚟坐住喺梳化，攤住部150寸嘅大頭石銀幕，完全合情合理加合法，